亲爱的弟兄们，大家平安。今日是顿教会第一届线顶的礼拜，真欢喜，咱兄弟姊妹拢准时提早去办心来参与。伫5分钟后，咱要来练歌。练歌前，咱有几点要来提醒。就是咱一定爱尽量用电视、电脑，避免用手机迄个画面较细，有可能声音，佮有一寡的电话来会干扰。若是咱一定爱用手机，咱就将飞行模式来开启，安尼电话就卡袂入来，才袂影响到咱礼拜的品质。毋望咱伫厝诶，拢有一个真好诶所在，像咱即马看到牧师是伫我诶册房，牧师娘囡仔因会伫客厅做伙来收看即个网络诶线顶诶礼拜，爱知影咱毋是收看一个节目，咱是伫无共诶空间，但是共款诶时间，咱要咧敬拜咱诶主上帝。希望咱虽然无伫教会，咱伫每一项家拢是主诶礼拜堂，也备办好3项物件，就是圣经、圣诗，还有奉献。咱伫即个时间，如果你是第一批已经准备好诶，我相信昨昏看到即个预告片，伫昨昏就已經开始做这个准备啊。伫礼拜开始前，咱搁一届提醒就是爱穿正装，亲像来教会礼拜，欢迎圣神至关的主上帝设立宝座伫咱的家庭厝内，咱就无随便无穿即个内衫内裤安尼凊彩，咱就用恭敬的心，迎接圣神伫咱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的厝来起做这段来专心参与，亲像伫教会礼拜，咱袂哪敬拜，哪食早顿，哪做其他的事，这是搁一届提醒，咱用恭敬的心，咱来准备。咱如果有收到电子的即个周报，电子的周报内底有听数表，也有咱今日所要唱的诗，咱将真圣诗、启应甚至圣经节，咱拢先编好，准备编，咱解决人即省即个搁伫遐底找无的迄个情形，咱只是要来吟。新圣诗303首，主看要学落你，咱用这条诗来做会情的锻炼。主，我要学落你，真心情。为眼更你显亮，主，我要学了你，真心真意，对你每次都人生的希望，哈利路亚。第二站。主，我真是条你，真心真意，我要不用你奇妙的管理，
早早来，主我要好彩你，真心真意，我要抱拥你，奇妙大愿能为天人为生命。我要好彩你，真心真意，为你要找着人生的喜乐，阿门。好，咱搁练第二首歌，是江德煞吼要唱的歌，吼恕我自由。这条是俄勒水泉赞美之泉吼对华语吼改写做台语的歌。吼，因为今日是圣神降临节，吼圣神降临节，圣经甲咱讲，我的神啊，伫倒位？圣神伫倒位？伫遐就有自由，伫遐就有真理，伫遐就要得到讨伐。吼，万主的神即时进入到阮的内面，赶除咱心中一切的操烦甲不安。吼，咱三个来吟这条诗歌。吼，因为咱即马只有放歌词，吼，安尼较方便咱看字，吼缀抒情的音来唱。总是咱伫网络顶悬，吼，放歌谱，吼，咱会当用其他的方式来看，吼，是提早影印出来，吼，来做伙来唱，吼。自由的灵啊，由你来到我的内面，来到我的心中，赶走生活中的吵我，拄起我心中的不安，你的灵搁一摆唱较慢淡薄吼，自由的灵啊，由你来到我的内面，来到我的心中，我走生活中的走我，拄起我心中的不安，你的灵啊。世界随风，好苦当当，有你灵来使我自由。你的灵啊，你的灵啊，你到位，你遐就有自由，世界随风。咱信息段的学习歌练习到这，咱来吟这个回情诗，好，请咱看405首，主上帝早起是你会听我的声，请抒情，来。主上帝早起是你会听我
其实我要对你拜年，我的祈祷，不望你应我，我要你的身体，照亮你叫大的因主，我心坚强。心坚强，我要对你的心变爱你，我要对你的心更敬拜你。请听福音真声。下一页。好，大家做伙来礼拜。大家来吟圣诗，新圣诗303首。主，我要学了你，请会众徛起来吟。请大家会众起立。主，我要学了你的心真意，我要保佑你的妙大冠冕，为人更你生命。主，我要学了你真心真意，对你来这条人生的道路，哈利路亚。主，我真是了你真心真意，我要保佑你的妙大冠冕，为更更你生命。主，我真是了你真心真意，对你要找到人生的依靠，哈利路亚。主，我要活在你真心真意，我要保佑你的妙大冠冕，为更更你生命。主，我要活在你真心真意，为你来找到人生的依靠，哈利路这回引述的圣经来信用个别咱的信用，请议员听咧，请。我是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人内受苦，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赦免，
肉体各我永远的活命。阿免。较济，做伙来启应，请咱看神圣诗后壁面第54篇，马太福音第5章。鼓励咱游玩有手提即个神圣诗的习惯吼。我来启，请咱大家来应。心灵善切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天国是这款人的；忧伤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甲伊安慰；温柔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互因承受伊所应允的土地。咬喙焦、信无上帝旨意实现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互因帮助；熬灵敏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甲因灵力；心清气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因会看到上帝；促进和平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因会成做上帝的囝儿。为着实践上帝旨意受迫害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天国是这款人的。咱做下头来祈祷，主，阮何等的感谢你，在疫情困难的时，主你的教会并无因为安尼来停止聚会。伫即时，全世界、全台湾侪教会用线顶的方式，阮游玩持守伫即个圣的主日、圣的安息日，是主你所欢喜的。主，阮伫即日的中间要欢喜快乐。主啊，阮虽然无组织做伙，总是阮的心游玩做伙。阮相信，阮伫圣神的带领下底，阮游玩会要将阮上好的敬拜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求你施恩赐福，带领着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每一个家庭，阮用恭敬的心，阮无因为任何环境的变迁来停止聚会。主，阮恳求你特别施恩赐福，伫台湾特别欠水、欠雨水，搁伫疫情遮尔困境的时，恳求你赏赐稳定伫阮中间。主，互阮伫吟诗敬拜时，阮就欢迎你的圣神也临在，互你的听、你的宝座进入到阮的家，互阮的心因为安尼来得到鼓舞。得到安慰，得到激励，互阮的心搁较坚定来倚靠主你。因为主你的恩典是遐尼充足，教也阮用。阮伫无论虾米款的情景，拢已经得到秘诀。亲像保罗讲，我无论是富足，有无论是送香善车，凡事随时随在，我拢得到迄个秘诀。因为靠着加添阮气力的主，阮凡事拢为。主，阮相信你的恩典教也阮用。阮伫今仔日，阮用着即个无共款的礼拜方式，阮犹原要经历着主你奇妙丰盛的恩典。愿主你施恩赐福，甲阮每一个兄弟、每一位家庭，拢三甲地地，你的圣神运行伫阮中间，也保守阮中间有艰苦病痛，也有拄着困难的，所以我拢恳求你来施恩赐福伫阮中间，互阮对今早起的礼拜领受你的话，阮拢得到造就，阮的灵性，阮的灵命拢不断伫咧长成。愿主你欢喜，阮伫你面前的敬拜、祈祷、奉靠救主耶稣的圣名，阿免。虽然咱无生活队的学乐。总是我望咱用着即条大家非常熟的诗歌，咱的心永远通敬拜，咱的上帝是要花祝福满满，是稳定丰盛灵敏福气的主。咱做伙来念即条诗歌，也是用听的，用心灵做伙来感受。山中的白灵是无偏花啥物，山顶的百合花，春天的香味，总是
手势真好味，好在像花的歌声，献出跳动的裙边。搁一摆田中，田中的白灵丝，无嫌花啥物。山顶的白花花，春天显芳美，总是传来的香味。每日手势真好味，好在像花的歌声，献出跳动的裙边。然后花就好默默，亲像海边渡船，阮的珠海的高万世人。我要享受敬拜宇宙欢喜的歌声，我若轻松伊命永无双。山中的白灵丝，无嫌花啥物。山顶的白花花，春天显芳美，总是传来的香味。为你手势真好味，我地像花的歌声，献出跳动的裙边。亲像海的高山，珠海的高万岁，阮连珠海的高万岁都就好默默，亲像海的河床，阮连珠海的高万岁，珠海的歌声，我轻松伊命永无双，我的轻松伊命。我的轻松，我的轻松，伊命永无双。感谢主吼，主的确是值得咱来学乐轻松，直到永永世世吼无煞的主，咱就会来强守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到14节。请咱掀开圣经，咱手头有圣经，请咱掀开圣经来看上帝话。来约翰本134面，若是和本是163面。显着咱会当做伙来读，请。独独圣神临到恁的时，恁要得到灾灵，各地耶路撒冷、遍犹太、甲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要做我的见证。这个话讲了，因要看的时，耶稣受举起上天，有魂指着伊，因就看袂见。因去的时。因向天注目看，忽然有2人穿白衫，徛伫身边讲：“加利利人啊，这事向对看天，这个耶稣离别恁受指着上天，恁看伊安尼上天，伊也要照安尼来。”迄时因对迄个名叫加纳的山。倒去耶路撒冷，这个山近耶路撒冷，三离开有安休一个路站。一经日，就因所住的楼顶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力、甲多麦、巴多罗马、甲马太、阿力菲的囝雅各、甲西罗底的西门。甲雅各的囝犹大，
遮个人甲滚来的妇人人，以及耶稣的老母玛利亚，参伊的兄弟，拢全心全无祈祷。咱加减会有一寡突册吼，但是袂要紧，咱读了真好。吼，德玛甲巴德罗麦，吼，即两个字无好读。好，咱来念读经后的回应诗歌，圣哉圣哉。在现在现在，我心更深来听从，我心正在对你应口，提醒我的主，现在，我心更深来听从，我心正在对你应口，提醒我的主。牧师今日要分享的主题是受到挑战的教会。咱搁一摆同心嘛来。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虽然是用这款的方式来分享主的话，总是我相信上帝恩典拢教育阮用。伫任何环境，阮着爱勇敢来面对。咱即时搁一摆头来祈祷，圣哉圣哉，至圣的主，阮的心安静虔诚来敬拜主，恳求你对阮来讲出属天恩典智慧的话，阮的心灵得到帮助。阮用较无处理的心恭敬来领受，互阮伫即个分享的过程中，阮的网络，阮的即个品质，拢会当清楚，互讲的听的拢得到利益。愿主你甲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伫阮的家庭无共所在，无共地方每一个家庭，甲阮三个伫地，阮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伫咱所读的这段圣经是初代教会，因面对着真侪挑战。同款，咱的现在的这个疫情也带互咱教会真大的挑战。其中对牧师来讲，第一个挑战就是有人讲礼拜日的下早时所有牧师拢变做直播主啦，拢变做网红，每一个教会拢用这个线上直播在继续聚会分享上帝话，就是咱用这个面对镜头，总是我望是大家兄弟姊妹互动。我所讲的是会当有回应。我先用一个较轻松的图，互咱看这是网络顶悬看到讲有人透早起来看到这个股票第一届着惊然后下到这个讲到疫情昨昏个有700例就是300外例还佫有400例就是校正这个所以逐工拢可能比这个疫情严重来着惊暗时有可能佫拄着失电也是停水嘛是佫第三届着惊最后咧是着惊就是连想要
啊跳河吼，拢无水吼，这日子实在真困难。但是咱若是想着吼，咱若是想着过去耶稣迄个时代所拄着的挑战，绝对无比咱即马吼较轻松。迄个时阵暗时敢有电，迄个时阵敢有自来水，迄个时阵虽然无疫情，但是学生若是出去外口，就可能被法利赛人、被犹太人的官府就来掠去关，甚至亲像耶稣，亲像尾啊有真侪顺道的使徒被杀害，所以迄个环境绝对无比现在搁较轻松，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来去了解伫初代教会。伊嘛是拄着真大的挑战。咱今日所读的这段圣经《使徒行传》第1章，则讲起着耶稣受举起上天。虽然是对耶稣来讲，伊是任务完成，去到天顶，去到上帝遐，但是对学生来讲，因是失落了一个真大的瓦壳。因是本来是有老师，有一个。领导者通引带伊，但是即马雄雄爱同来靠家己，所以才讲因就看袂见耶稣，无搁看见耶稣，这是对因来讲，我想是一个真大的挑战，亲像圣经旧约记载，耶稣嘛甲学生提醒讲，有一天恁会跋倒，因为牧者若是受伤离开恁，羊就会失散。所以确实有影，耶稣还未过来的时阵，这门徒拢走到无半个，只有剩约翰缀耶稣到伫迄个十字架，羊就四散，门徒就逃走，无半人，教会就解散，解散，正是咱看到伫即届，诶，即个耶稣上天，学生无搁四散你看。这个就是非常大的无共你有注意到无讲耶稣反正老师就无伫咱就解散啦，不尽力解散，刷，各归各城各乡，转去，教会明主会大家转去啊，无因无共款的方式，亲像咱用这个线顶的聚会，咱游玩伫群体耶稣。所以，互我看到这，我感觉真感动，就是伫遮圣经所讲圣经第9节讲耶稣受举起上天，但是这加利利人，你唔通阁徛伫遐看天使对因显现第11节讲，你唔通阁徛伫遐看你是咧看戏，还是伫唔知伫面台所以因迄个两个天使就显现，甲这12个学生讲扣掉犹太11个讲，恁着爱转去耶路撒冷，伫遐听候圣神。所以咱今日是圣神降临节，咱也犹原期待，伫即个分线的时刻，圣神犹原做咱的引带甲带领。所以你看，你家算有彼得、雅各、约翰、安德烈、腓力、多马、巴多罗买、马太。雅各、西门、犹大，这12个学生，全部拢有到位，2、4、6、8、10、11，除了袂耶稣的犹太以外，大家拢到。所以，伫我过去捌分享一本册，叫做这个基督塔，基督塔的册。伫遐就讲到，讲自己就是新的，自己就是新者。如果唔是圣神的感动，大家就四散啊。为什么要搁伫遮来礼拜、来聚会、来祈祷？所以看到学生即届，因是一个正确的反应。因是讲好，教主的吩咐，咱着祈祷，着听候圣神，圣神的。降临就会赏赐咱困难，所以毋但是在学生，连耶稣的老母玛利亚，参伊的兄弟，拢总专心，专务祈祷，
有伫即个信仰内底，掠条伫即个主耶稣所还的。即本这就是我顶摆有分享过，Upper Room，基督塔、马可楼，拢共款的意思，就是楼顶、厝尾顶，伫遐来祈祷，伫遐来起做这段，同心合意，恳切的祷告。所以咱爱学习过功课。今日第一个讲的呢，就是，咱今日参加这个礼拜，唔是在收看一个节目。你唔通安尼看，搁转去北京教会，转去锦旗，转去外国教会，转去 Good TV。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爱咱伫多行教会做伙礼拜有伊的意义。如果你等一个礼拜煞你拍几个伊回应看到啥物人回应比如随缘者啥物人有回应，咱看到迄个名是有意义的啦。总是你如果是去北京教会，你拍你的名，伊会讲这个是人客这个是新朋友，这个是这个是网络上的某某人，根本就唔知啥物人。但是你如果伫咱教会内底，你的参与，迄是有意义的。代表着咱唔是只有圣餐的时阵，甲主有一个圣洁的沟通。咱练着逐礼拜的组织，咱练着周间的聚会，咱伫小组内底，咱拢保持着即个圣洁的沟通。咱表示咱是主耶稣的肢体，伫属地独行教会。这是头一点牧师所要分享的。就是地点无同。地点无相像，但是咱的时间敬拜的时间是相像，敬拜这人嘛是相像。咱本来是拢伫礼拜堂礼拜，即马是只不过是换一个场所，换到个人的厝，做伙伫查考圣经，做伙来听道理。所以地点会改变，方式会当改变，但是咱敬拜的心无改变，更较热切，更较需要主的带领。互咱即阵做伙军队主的人，兄弟姊妹会当彼此带导、彼此关心、彼此甲主有即个圣洁的沟通。第二，互咱学到的就是讲，咱伫即个礼拜时间，咱就是爱保持庄严，保持迄个敬畏的心，无随便，穿无随便穿，然后嘛无哪食物件。那做其他的代志，咱就是专心做伙，专心一意，伫即个礼拜中，咱做伙伫享受主的同在，上主的同在。第二个敬拜态度，比敬拜地点更较重要。我搁讲一解敬拜态度比敬拜地点较要紧。你看，咱即马受到挑战咱即马受到什么款的挑战？练即张图最后的晚餐拢讲袂使坐做伙，爱分开。嘛有另外一张图讲魔鬼足欢喜是伫遐得意甲上帝夸口讲，你看我甲你的教会拢关掉啊，无人入去你的教会啊，但是主该回答讲，你错了，毋是教会关门，是一间教会变做侪间教会。多间教会今仔日如果有20个家庭做伙伫线顶伫礼拜，这20个家庭拢是教会，毋是一间教会关门，是变做有20间的教会，每一个家庭拢要成做一个教会。拄则讲到地点，不比态度更较要紧。就是伫约翰福音第4章遮所讲的。咱若知影即个故事，就是耶稣去到对耶路撒冷要转去到加利利的路中，经过一个所在叫做撒玛利亚，伊和一个妇人人伫遐谈论道理的时阵，迄个妇人人知影讲主啊，你就是先知，你就是迄个弥赛亚敢是即个但是。主耶稣甲伊讲你有5个丈夫，你讲你无丈夫是有影，因为你过去有5个，现在甲你斗阵迄个嘛毋是你的丈夫，所以伊就嘛见笑，所以就转一个话题讲
啊，伊就转啥物话题讲啊？恁讲吼，咱看圣经讲吼，第4章20节讲吼，阮会做伫即个山敬拜，吼，伫即个基利新山敬拜。啊，恁会做讲恁讲应该伫耶路撒冷，到底应该伫倒位？耶稣甲伊真有意思，伊讲着信我，祈祷，毋是伫即个山，嘛毋是耶路撒冷，用神用真实来敬拜，即个就是讲敬拜态度比敬拜地点佫较要紧，所以你看，即句话真有意思。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上帝好亲像硬要互即个教会，变做转去到别人的家庭。咱思考看觅，咱的家庭是毋是有可能变做一间小型的教会？时要到，现今就是啊，不得不，咱来学习，无论伫什么所在，拢着爱敬拜。咱知影保罗伊毋是拢走去即个圣殿，走去圣彼得教堂，保罗伫监狱内底，犹原会当敬拜，这就是伊得到迄个秘诀，无论什么境遇，伊拢会当敬拜。伊敬拜的心，会当转换伊的环境，伊的心境超越伊的环境。所以上帝是神，无所不在，无受任何空间的限制。咱毋通想讲啊，上帝只有通关伫礼拜堂，离开礼拜堂就无法度敬拜上帝。无，只要咱的心灵态度是正确，咱无论得时不得时，无论什么时间、什么所在，咱拢会敬拜。尤其是礼拜日的早起9点半到11点，本来就是咱敬拜的时间。咱将这个时间犹原分别出来，学习伫无共款的所在，经营咱的环境，互咱的厝，互咱的房间，互咱的客厅，真做一个敬拜上帝至圣所。愿主帮助咱，咱学着这两个功课，因为无论伫什么所在，只要有2、3个人同在，所以望咱毋是只有一个。牧师即马伫讲的时阵，牧师娘甲囡仔伫外口，嘛做伙伫敬拜，咱拢伫即个礼拜中间，来参与来享受即场的聚会，所以无论伫倒位，你讲着无论伫倒位啦，倒位毋是重点啦，重点是你的心有对准上帝，你的心有较无主，有对准上帝有真正感受到迄个上帝的临在，比如讲上帝意爱这款的人来敬拜，这就是真实的敬拜者，真实的敬拜者。咱培养出这款的生命，对咱是有非常大的利益。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代志，有可能有战争，有可能咱被隔离，有可能咱去到无共款真危险的所在，无论伫倒位。咱拢会当操练着这个功课，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好，佮第三，咱来学习一个，就是讲主啊，我着做啥物？咱是毋是伫这个疫情的中间，当然有人较消极，讲阮就是耍废，阮就是宅男，阮就是覕伫厝诶，啥物代志拢无做，咱就会当拯救世界。即句话好亲像嘛，无毋对，就是讲咱啥物代志拢无做，咱关伫厝诶，互即个世界安静落来，台湾安静落来，14天拢无做代志，就会恢复正常。但是我想应该有更较积极的态度来面对。你看即个保罗得救的时候，伊问2个问题。伊讲主啊，你是啥物人？第2个讲主啊，我着做啥物？主你是谁？我当怎么做？我着怎样行？这个是保罗问的，但是即马其实都毋是安尼，其实都问的拢问第1个问题共款，主啊，你是啥物人？第2个讲好，安尼我要来信你，你要互我得到啥物款的福气？你要怎样来祝福我？当然咱拢真意爱得到祝福，但是你看保罗问的为什么是甲咱无共？伊讲我当做什么？为着有份伫即个救恩，为着要
数算上的稳定，我着做啥物？哦，一个是消费，一个是在生产，还是在供给。哦，如果咱的教会基督徒兄弟姊妹拢是一个消费者的心态，讲啊好啊，我着看，今日教会要为我做啥物？哦，安尼咱即个教会所起做的形态就变做消费形态教会。总是咱望，哦，咱变做是转变做一个贡献，哦，生产的教会。哦，你看。如果是消费的心态，伊就讲啊，教会爱礼拜真好，营养真好，设备真好。哦，伫疫情爆发前一礼拜，我去东海林良堂哦，发现讲因的设备真正好。哦，因在带敬拜的时阵吼，哇，伫舞台顶面啊，唱了真好。哦，乐团真迄个，哦，佮有灯光，哦，佮有我感觉特别毋捌看的，就是讲，伊唱到一半，佮有啥物你知影无？有干冰。有干冰哇！我感觉这个演唱舞台啊，当然因代表因真注意安尼这个设备但是咱毋是只有靠这种来吸引会友咱望咱的这个敬拜态度，咱是有正确的态度搁爱有最好的主理爱有最好的讲道这个要求拢是真好但是。咱爱阁想这个对照如果咱每项拢是想讲啊，大教会中得到啥物，要享受啥物安尼教会小会长老就是开会的时阵就是讲啊，好安尼咱要怎样变做一个大卖场的教会敢若 Costco 内底有食的有用的，逐项拢有会友一概拢一次满足3个愿望一次满足但是你看咱即马。有一个观念上的改变。如果咱的基督徒是想讲啊，教会即马有啥物款的欠缺，我是毋是会当参与伫即个困难的时刻，我要怎样贡献我的材料、我的文书？毋若是伫教会、伫厝内、伫学校即马家庭教育伫学校，我会当真做老师的帮助无？教会学校有其他家长破病，伊囡仔需要照顾，我愿意去甲照顾。这拢是咱会拄着的问题啊！咱毋通拢爱别人甲咱服务，咱一定爱去做出一个美好的见证，伟大贡献。伫咱的工作，伫咱的小组，伫咱的城市，甚至讲到尾啊，伫你的一生中，你是毋是会当？用着这款的心，讲我会当带互这个世界，我会当带互上帝国，什么款的贡献？所以咱来思考这个问题，主啊，你是啥？我着做啥物？毋是只有得着救，我要真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所以这个最后咱还是一个态度，就是讲，咱做礼拜毋是看节目。咱是用心在甲主交陪，敬拜的心、敬拜态度，是咱伫未来这2-3礼拜要锻炼的。然后最后咱毋通想啊，这个顶头这个灾难过，其实毋是，咱是借着这个危机的中间，咱要怎样来做一寡代志，互教会当进步甚至转型甚至。有无共款来去做教会的方式就咱这礼拜发生的代志，我和大家分享这礼拜有牧民节个别些咱就真侪兄弟就无法度去参加无法度去参加，因为疫情嘛是保护彼此嘛是有影但是恁看咱这个个别些人就非常的稀微。人就非常少，咱也马上要应变这个第3级的境界，咱就马上调开一个线上直播的演习会，这是中会开的但是无拍算咱大家伫遐伫研究的时阵网络就是出问题有时这毋是咱会当控制咱就认真想要甲这个代志工课做好来应变但是就是有时就是网络出问题，有时电脑出问题，有时麦克风出问题，所以就爱去克服这个
所以我这礼拜吼参加至少4场的研讨会，吼，看要怎样，这嘛是我在练习讲吼，这个背景我本来背景吼册房是另外迄面吼，我想讲用这个用一个布幕吼，还是一个滤镜吼，还是一个背景吼，会当甲伊砍掉，但是效果嘛无好吼，人就袂清楚，啊有诶人会这个做法就会使吼，啊这就是这个一个学习的过程。总是感谢主，咱看咱四爱读经吼，佮有足侪兄弟吼，有玩哦，有写功课吼，有参悟小组讨论，然后佮有来听讲课，吼，拢伫线顶伫用，所以咱已经有准备好诶，吼，所以只要有一个愿意的心。我相信，这也是一个机会。虽然伫厝诶，咱的时间，有较济，就分别出来参悟这个真好的课程，伫线顶做伙来祈祷，这是咱拜二、拜三，拢有这个祈祷会，伫线顶来祈祷。咱如果小组长嘛会当调集，请牧师来，咱就做伙伫遐来学习，伫线顶15分、20分，做伙来祈祷。这是中会开会嘛，改做用这个线上的方式在开会，奉献箱咱的长老真设想就是讲爱互会友要奉献也有方式除了这个划拨转账咱若是有对教会经过咱就来写这个奉献袋总是爱记咧消毒搁爱登记爱登记这个。扫这个 QR code， 咱等一周报内底应该拢有写，我礼拜后的时阵，今日礼拜煞，我会把这个 QR code 放伫16组的群组内底。你如果要来教会，你就甲伊扫描一下，迄个时间点，政府就会知影讲你有来回家，做一个疫调的记录，这个简讯拢是免费的，拢是政府，免费，政府买单，所以伊要来书讲讲毋通停止聚会，毋通拄着困难就讲无休困无放假，因为停止过来就会惯死，颠倒爱彼此宽免，就知影迄个日子，在讲啥物日子，有可能以后有拄着搁较大的即个困难，无法度实体礼拜，嘛无法度连线的时候，咱有即个功夫，咱有即个工具。咱就袂甲主耶稣的身躯，袂甲教会即个团契全部拢分开，无法度联络。所以咱就要做好准备即个日子嘛是主耶稣过来的日子，末日已经近了，咱就要谨慎，就要守纪，就要敬虔度日，听候主的过来，这是基督徒应该有的态度，最后，伫罗马书保罗有讲靠着听咱的主，已经得胜到有尊。就算面对着死亡的可能，这个武汉肺炎若是得到真正有100%的这个死亡，但是就算是安尼，就算是死，也袂使隔断上帝对咱的疼。这个疼是伫基督耶稣内底所享受的疼，这就是咱信仰的望，一个信心的。见证这礼拜大家嘛真关心牧师嘛伫这个时阵无细里竟然煞来跋倒大腿骨断去总是上帝拢真奇妙非常奇妙。我本来心内真鲁乱，但是尾就得到足大的平安上帝就享受迄个超越阮想象出人意外平安伫咱内底好的医生，好的病医立清姐帮忙，哇，足侪天才祈祷所以我甲大家报告，牧师嘛已经真好势已经会行路已经拄拐大家在复健，大家会使行，所以这医生实在厉害也心嘛真靠主得胜都伊也。爱我甲大家说多谢，讲伫即段期间真侪人无一定联络到伊，但是传来传信息，要甲伊鼓励，要甲伊打气，要甲伊加油，伊拢有收到所以伊心内真快乐，讲得到兄弟姊妹即个相听
迄是信主的人上大的快乐。咱也着彼此安尼来行，只要咱是主内教会一份子，当有一天，无论是咱家己本身，还是咱的亲人受伤的时，咱就唔通客气，咱就要彼此关怀、彼此照顾、彼此相听，来实践耶稣基督听的概念。咱伫这一切代志，咱拢要宣告，咱已经得胜到有存。咱做同心拍头来祈祷。至圣的主，阮要感谢你，若毋是你的听，阮就无法度搁做伙伫遮来敬拜。主，阮要数算主你的恩典，你爱阮常常喜乐，不住祈祷，凡事感谢。主，阮用着感谢的心来付今仔日的礼拜。主，因为你有备办好的同工伫阮中间，互即个直播会当遮尔顺利。主啊，阮也相信，毋是靠阮任何人的功劳，是靠着圣神的大气力，靠着主你的听，阮才会当成即个奇妙的即个线顶的智慧。主啊，求你互阮的心，阮敬拜的态度，拢是得着你所欢喜的。主，阮即时也要用阮的心神来奉献、来吟诗、来领受主你丰盛不变的听，愿主你帮助阮伫即个得时不得时，阮伫聚会中，阮体会着主你的奥秘、福音的大关联、圣神的大气力、管压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心中，互阮听主搁较深，愿咱的同心祈祷，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搁一摆邀请所有兄弟姊妹站起来，咱用这条诗歌来回应主。圣神无所不在，咱只要较无伊就进来到咱的内面，来到咱的心中，来到咱的生命，除去咱生活中的操烦，除去阮心中的不安，互咱用伊的平安，互伊的活命来替换咱操烦不安的心。因为主的灵伫倒位就自由，有主的圣神充满咱。主自由的灵引你来到我的内里，来到我的心中，我就是我着被造化，如记是我心中的不安，你的灵有你灵来使我自由，主自由的灵有你来到我的内里，来到我的心中，我造就被造化，如记我心中的不安，你的灵世界随风动荡，有你灵来使我自由，你的灵啊，你的灵啊，你都就世界随风，有你灵来使我自由，有你灵来使我自由。将咱备办心来奉献。
咱虽然无法度行入去教会，总是咱财务部有提供几啊种的方式，兄弟姊妹来做奉献。第一种就是邮政划拨，教会有一个转账，就是邮局划拨。第二个方式，就是永远是邮局的簿仔，总是咱会当用 ATM 转账。咱会当用网络银行，即马用网络银行手机，少年的拢会当点点的，佫会当注文讲你啥物名，偌济经验，佫奉献的项目是感恩奉献、热情奉献，也是为着某一个团体奉献，拢会当注文，伫顶悬，特别伫即个时间，因为财务人员也无伫教会来，咱如果有即个转账，上好你就是将即个收据留起来，翕一个相，还是截图，甲你的末世码，甲日期时间，会计人员就是贵人就是署美执事，互因两位会当知影，这是上好的做法。佫有最后一种，就是你家己传一个奉献袋啊，老师安尼。伫厝内，咱只是咧收奉献，咱就会当传，传即个，无一定爱用教会的，你会当用一个红包袋啊，嘛会使，红包袋顶悬就写有清楚，注文5月23主日礼拜，我的名字写有清楚，感恩奉献的资料，然后放伫即个办公室的即个奉献箱内底，因为就拜一到拜五，逐工游玩安琪甲龙兄，你是咧8点半到中昼，然后下晡2点到6点，拢会伫办公室伫教会，所以咱如果有即个奉献，你经过教会时，你就甲伊放入去，甲即个资料填好好势，尾啊，咱会做一届做即个奉献的即个征信，所以咱就是伫厝诶准备一个简单的牛皮纸袋，做主日礼拜奉献，也是用转账划拨的方式，互咱兄弟姊妹拢会当无停止咱的聚会，也无停止咱的奉献方式有改变，总是咱奉献的心不变。咱参加来吟奉献时光。只是万般的辛苦，仰望背背受温暖，虽然不大也不错，我们感到万事好，咱这时才刚来背今仔日的音符，老师读一届，然后咱台语的、和本的拢甲伊读一届，反正伫遮的朗诵的书，咱对听咱的得成到村罗马书8章37节背来。反正伫遮的朗诵的书，咱对听咱的得成到有村罗马书8章37节。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罗马书8章37节。反主帮咱咱，反主靠主得胜。这个部分我就无搁加讲，拢伫咱的周报内底。咱这个虽然是直播，这个影片了后，嘛是放伫网络顶悬，咱会当搁转来看。如果有任何变动，请咱特别注意，就是由小会长由牧师对中会总会这边接受到的指示来16组关怀组长来传达。所以这个时阵的组长就非常要紧，就是有啥物代志，小组长一定第一时间会甲小组员讲。如果小组员会议有任何的代志，嘛是找你的组长
你的组长就亲像一个牧师，亲像一个小牧者，在牧养这个小组，所以咱望这嘛是疫情所带来咱一个挑战危机嘛是转机。这个咱拢有讲过，咱就无搁补充。今日圣神降临节本来是有三神学院老师一个邱牧师要来，总是因为这个风险，咱嘛无得实体礼拜，这个线顶的测试有可能有真侪的变数所以牧师我感觉讲就我来分享请伊就慢请干望6月8号以后疫情有顺利有稳定控制落来了后，咱就会当搁来为着有三神学院来关心防疫。好，其他的代志我嘛无特别报告，真侪聚会拢暂停，唯一无暂停的就是礼拜日甲拜四咱查经班，因为咱有网络有Zoom，平常时都有这个算是有练兵有练到这项啦所以咱游玩较无受影响总是有诶袂晓使用诶，就会请教较厝诶有少年诶咱就甲伊请教讲即个 Zoom 即个咱要安怎用，咱只要有心，我相信拢会当克服所以拜四咱就用来甲 Zoom 拢来会当来继续来上课好拄则有一点，就青少年本来要去王景无说要带因去王景佚佗，但是疫情的关系真侪活动咱拢袂使室外嘛袂使超过10人所以拢暂停举办。好，公海协会嘛是暂停到6月8号遗体关怀足欢喜一件代志，就是百里就是姚生甲李金济后生百里本来伫这个彰化艺术学院，即马伊考到台师大的音乐系可是声乐声乐组做宣会学弟啦，阮实在足欢喜讲咱教会有结义有宣会有百里有伊乐真侪这个声乐的人才会当为主发光伫这个音乐上继续来进修咱也为着学几学校因即马学校拢改做伫家庭上课咱希望学几学校咱有缘做上好的准备虽然有可能无法度来举办，但是咱有缘在准备，求主带领校长连校长了还有所有助理老师拢为着这个代志持续祈祷过来为着疫情，为着欠水，为着欠电咱拢来祈祷。大家真关心无事嘛伊这个骹骨开刀得到真好的医生阁有天使，阁有兄弟姊妹的祈祷拢恢复了真好势咱就伫病痛中犹原是欢欢喜喜，我靠主稳定教育。咱即时就为着这个代志，咱用一段期间咱用一段时间来祈祷请书记来为咱弹这首诗歌咱为着这个代志，咱一一来祈祷，咱做出声来祈祷。主，阮要为着百里来感谢你有为备办真好的学校靠着伊的努力伊认真也伫教会有真水的服侍，这拢是一个美好的见证。恳求主你继续引带这个青年，伊伫未来人生伊的学业伊的音乐的这条路拢有主你看顾，享受平安享受贵力享受好的指导的教授好的同学做伙伫学校来提升因的分数，来为着学校，为着主理学，为着几学校继续祈祷，愿主你来带领，互阮会当引带侪细囝来认捌你。主这是阮的祈祷。主理学愈来愈复兴，愈来愈兴旺。主理学的囡仔学生愈来愈侪。当疫情结束时，
阮就会当欢喜，搁在见面逐礼拜来听主你福音的故事，来明白主耶稣，阮的救主，阮也要为台湾欠水为着台湾的疫情会当受控制，拢需要主你的怜悯、恩典，一步一步的带领甲保守。互阮的兄弟姊妹，互阮的百姓也会当来准则互阮无浪费，无论是水也是电，互阮伫即个疫情艰苦的时刻，阮会当靠主来度过遮个难关。愿主你会听临到即块土地互这百姓也会当用安尼来明白主耶稣你会听，明白天父上帝会听。领受主你丰盛的慈爱甲救恩，咱只是用这条诗歌做伙来祈祷用祈祷的心来为这块土地祈祷。为这块土地，我相信基督，愿主的真理。那更传的天主，为这个社区，我强比憔悴。愿主的传命临到这个百姓，愿全能我把天父，愿你不放弃。颂扬他英雄，你归咱的心中。愿全能我把天父，愿你不放弃。愿望他喜乐，永远咱心中。愿望甲喜乐永远踮伫咱的心内。咱最后有一条诗歌，是新圣诗400首。愿这条诗歌成做咱的祝福。也万咱兄弟姊妹今日领受主的圣神，咱就带着主的光，去到迄个黑暗的所在。咱带着主的光来照亮这个惊吓不安这个动乱的世界。主的光进入到这个世界内底，咱对前奏来。愿主临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愿主赐你心心的安宁。就等到我醉，你帮我没看见主的愿主临来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愿主赐你心心的安宁，甲你分享主的教导，亲像等到我醉。咱做来领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主爱、圣神的感动临在
伫即个疫情艰苦的时，特别甲恁众兄弟姊妹、三角弟弟，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好，咱今日线上礼拜就到遮来结束。啊，希望咱伫即个虽然有较无相像的方式，中间咱有缘用感恩的心凡事祈祷，常常感谢凡事祈祷不住常常喜乐拢用即款的心来面对咱的每一日。如果你今日的礼拜有啥物款的建议、想法、感想，也是领受，拢欢迎咱兄弟姊妹彼此来分享。咱可能礼拜后咱会当翕一张相，也是将咱的感想、感动放伫脸书，放伫咱独行有一个粉丝团，互咱的网站愈来愈烧落，兄弟姊妹大道事项。生活的大细项的事，也拢会当放伫迄个顶悬，咱彼此来关怀分享主要所基督的听。咱今日的礼拜就到遮，愿主祝福。